人咧最緊要係兩樣嘢嘅啫，第一就係教育，第二就係醫療。所有地方你要成為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咧，呢兩大支柱係一定行先嘅。咁所以既然係咁即係話我唔理你 AI 有幾勁啦，你只要有人你就有醫療噶啦。咁而 AI 又真係幫到醫療，咁所以呢個咪一個可以觀察嘅板塊咯。而呢個真係一個商業模式嚟噶嘛，可以係。咁就唔係頭先話大家而家玩開嗰啲，即係同佢傾偈啊，跟住問下佢行程啊，跟住掉條問題俾佢，又計錯數啊嗰啲，唔係玩嗰啲嘛。而家呢個係講緊製藥快咗，或者可能有啲病之前係計唔到嘅，或者唔同嘅成分係點樣齊埋一齊啊，嗰啲量子嘅變化嗰啲係講緊呢啲咁樣嘢嘛。咁呢啲係像樣嘅，其實像樣嘅。雖然未去到一個終極嘅商業模式，但係我覺得呢嚿嘢唔同嘅科學家或者政府咧，會擺好多資源落去嘅，因為佢拆到醫療呢嚿嘢咧，先唔好講賺唔賺錢嗰嚿先啦。因為你就會維持到一個高生產力㗎嘛，即係你啲人健康組啊，簡單啲。咁佢就會維持到高生產力噶嘛，咁所以呢嚿係必然要留意嘅板塊嚟，亦都係一定有商業模式嘅板塊嚟。